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毋知咱是毋是捌有即款的经验，就是去过一个所在，转来了后，足想要搁再去，也是讲希望会当常常有机会搁再去。可能是迄个所在风景真水，也是讲迄个所在有你食着真好食、真特别的物件，也是讲你伫迄个所在的时阵，你感觉真轻松、真快乐，迄个气氛，互你一直无法度放袂记。甚至嘛有可能伫迄个所在有你所想念的人，你伫意的人，期待会当搁再来相会。伫今仔日的圣经节，保罗伫遮讲，着求伫顶面的事，着注意顶面的事。讲顶面的事，也就是指天顶的事。那呢是安怎？咱着少念，是安怎着注意天顶的事呢？大先伫咱的本质上，咱是内在生命未改变的人。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节第1节，保罗讲：恁若捌甲基督同搁活，若捌甲基督同搁活，意思讲捌死。再搁活。第3节搁讲，恁捌死，也恁的活命甲基督相甲囥伫上帝。伫遮讲有死有搁活，遮讲的死，毋是指咱肉体、肉身的死，是指旧的我、老的我的生命的死。这是咱基督信仰内面真特别的一个所在。即款的死，伫咱教会，咱会当看到表现伫洗礼的时阵。当咱洗礼的时阵，就表示即个旧的我甲主同顶伫十字架归入伫死，同时，互咱新的生命会当来活出来。即个时阵表示讲，咱已经毋是属肉体的人，是属灵的人，因为咱伫圣神的内面，咱有领受即个新的生命。过来是安怎要少念、要注意天顶的事，就是伫咱的身份上，咱已经无属伫即个世界，所以咱着注意天顶的事。今仔日咱的圣经才敢若读到第4节，事实上咱还是继续看到，咱会当看到特别第12节，保罗讲：恁既然上帝所敬，意思是讲上帝的选民。今仔日咱嘛是伫主的听的内面，咱是上帝的选民，就是上帝国的国民，有上帝国民公民的身份。咱阁因为耶稣基督，咱相时也诚侪上帝的囝儿伫上帝的家的内底。所以，即个上帝国、天国对伫咱是真重要。咱看主耶稣伊出来传福音的时阵，伊讲：上帝国近啦，恁着悔改。咱拄则祈祷，咱也有读主的祈祷文，伫遮咱安尼祈祷讲：愿你的国临到。咱看主耶稣一来，就是要来完成上帝国的使命。主耶稣伊伫世间的时阵，伊也时时刻刻拢用天顶的事、上帝国的事来做伊所想的。咱是伊的学生，咱是基督徒，咱也着爱时常来少念、来注意天顶的事。若是伫正常的下面一个国家的国民，应该会认同家己的国家，甲属伫伊的国家所有的代志。咱看咱嘛真侪人拢有出国的经验，毋管是出去观光，或者是出差，或者是短期伫国外伫住。拄开始的时阵，咱会感觉真新鲜、真趣味，会当伫遐来体验无共款国家的文化。总是过一段时间了后，真自然你就会开始少念家己国家的物件。即边去土耳其旅游10多年前的时阵，迄阵阮是对高雄飞到
即个泰国曼谷，然后转机要到伊斯坦堡。要到伫即个高雄伫坐飞机的时阵，导游伊就提醒我，讲即个机场有一间即个面店，你若是会当，你着先上好先去食一个即个面店。阮想讲是毋是惊阮念伊腹肚枵？伊讲是惊的吼，恁过一段时间了后，恁会真少念台湾的面。虽然迄间面店毋是上好食吼，总是伊讲的果然无毋对。到伫国外经过几啊日了后，拢食迄个所在土耳其，遐算是即个地中海边仔的国家，所以遐的食面拢是叫做地中海的食面。咱知地中海食面其实毋是真好食吼，食的拢差不多。所以确实，迄个时阵就真少念台湾的食面以及头拄仔讲的迄个高雄的迄间机场的面。所以这嘛是因为真侪人出国，即个卡网内底一定爱炸台湾去的泡面。若是伫即个旅社，若是有人煮即个泡面，真侪人着闻着即个香味着活过来，要买佫买无，所以你若有炸泡面的人着逐个拢会足欣赏的，若会当品尝看嘛袂歹。所以咱嘛会当看到真侪即款的故事，若是有台湾的留学生，也是移民到伫国外，拢会希望看到台湾的新闻。当然即马通讯真发达，也是会当看到报纸台湾的消息，嘛真欢喜会当拄到对故乡来的人。这拢是因为咱对家己身份的认同，一种真自然的表现。今仔日咱是上帝国的人，咱嘛真自然应该爱对伫天顶的事伫遐来来笑了。过来第三项，咱要讲，咱笑念天顶的事，是因为这是咱终极的愿望，是咱终极的愿望。咱伫即个世间，咱讲咱是寄卡的，咱是人客。咱伫世间所经验的遮个代志、遮个物件，拢是短暂。咱看有啥物是永远的？敢有啥物是拢袂变的吗？可能是无。有一天，咱的性命嘛是共款，咱嘛会离开即个世间，咱转去到伫天顶的家乡。所以保罗讲，伊伫哥林多前书15章19节安尼讲：咱对基督的愿望，若简单伫现世，咱是所有的人的中间上通可怜的。所以讲，咱的愿望应该是伫天顶，是伫来世，毋是伫即个地面，毋是伫今世。就是当咱安尼讲的时阵，无表示讲咱就是安尼真讨厌即个世间，或者是想讲要真赶紧来离开即个世间，或者是讲咱的思想是迄款真消极的、真黑暗，毋是安尼。嘛毋是讲今仔日的确着爱，咱有人拄着亲人过身的时阵，才会想讲要赶紧到伫天顶，会当来见着伊，嘛毋是安尼。当咱讲少念天顶的事，意思是讲，咱伫今世，咱还佫活着的时阵，咱着爱为着来世来积极来做准备，因为咱知今仔日咱所经验的拢会过去，拢是暂时。你就算得到，嘛无法度永远会当保存，永远会当来得到伊。只有伫来世伫天顶所要得到的，是永远是袂变的。这就是咱基督徒对伫生命一种的远见甲智慧的认捌。既然咱讲着少念天顶的事，那安尼，啥物是天顶的事呢？天顶的事甲地面上的事有啥物款的差别？保罗伊伫哥林多后书4章18节讲：阮所重视的，毋是看会到的，是看袂到的；
因为看会到的是暂时，看袂到的是永远。咱伫地面上所经验的代志，拢是看会到的，拢是暂时的；只有天顶的代志，才是看袂到的，是永远的。这嘛表现伫咱的信仰。咱看咱所敬拜的上帝，伊并无有一个像，互咱看会到，互咱通甲拜。咱拢讲上帝伫咱的心中，上帝是无法度看到的。所以真济初信的人，因无法度适应，因为因惯势讲的确有一个看会到的像，才会当知影讲伊是伫遐，或者是会当互咱去甲拜。所以咱的信仰常常是安尼甲咱讲，咱真正所拜的，咱所伫意的是遐个看袂到的，才是永远的。因为这才是值得咱用心思、用意念来去孝念、来去伫意。咱人的心思意念的确会对伊的人生造成影响。所以有一句话安尼讲：思想影响行为，行为形成习惯，习惯造成个性，个性决定命运。思想你所想的，你就安尼去做。当你一直安尼去做的时阵，你就有一种习惯来形成。然后这个习惯嘛会来造成你的个性，这个个性最后就造成决定你的命运。确实，咱伫地面上所经验的，拢是安尼，就是一个人的思想，最后会造成伊的命运怎样。所以有一本册，真出名，叫做《秘密》。这本册伊讲，真侪遮个伟大的人，因是安怎会成功，是因为因掌握一个秘密。这个秘密是啥物咧？叫做吸引力的法则，吸引力。这个作者伊讲，你伫这个中间，你的思想在创造你的未来。你上甲会定定伫遐咧想的，或者是你常常将你的焦点放伫顶面的，就会出现伫你的生命中间，真侪你的人生。这甲咱拄则讲的这个思想决定命运是差不多的意思。总是伊伫遮佫讲，你的思想会变成真正的物件，真正的物件。这就互人佫较无法度来了解，但是伊伫遮咧讲，你想的最后会实现，意思是讲，你若一直咧想一个代志，最后就会变做真的，佫出现伫你的面前。所以伊讲，真侪人伊就是安尼得到伊的即个健康，得到伊的财富，得到伊的爱情，得到伊的成就，甚至得到伊的外表会改变伊的水，伊的缘投，这拢是因为伊一直想，就会安尼。作者最近佫出一本类似的册，叫做《快乐》The Power 力量。这嘛是同款是即个吸引力法则的运用，讲的是差不多，是讲佫较实际，是讲佫较济安尼。总是伫遮咱爱互咱知，即款的秘密或者是吸引力的法则，这毋是正确的，这毋是正确的，咱爱注意爱细致。当然，这嘛毋是咱的信仰，这嘛毋是咱的信仰，因为咱看到真侪人伊伫遐咧强调成功，强调伊所要爱得到的物件，拢是地面上的事，拢是地面上的事，拢是甲伊家己有关系的代志。总是今仔日，圣经甲咱讲，咱基督徒爱想的、爱伫意的是啥物？是天顶的事，是天顶的事。这是上帝甲咱启示的，这嘛是上帝要互咱的人生会当甲伊的旨意符合的代志。那呢，咱着怎样来伫意天顶的事？
天顶的事既然是看袂到，那呢，咱着怎样表现出对伫天顶的事的旨意甲笑脸呢？头一项，伫外表行为顶面，咱爱表现出属天身份的款式。举例来讲，咱若是有机会去参加即款国际的聚会，常常拢有即款民族节目的表演，所以伊就讲你会当上好是穿你家己的国家，也是你的民族有特色即款的衫，也是讲做即款的表演，唱啥物款的歌，所以就会看到侪人伊可能是穿非洲的衫，穿日本、韩国的衫，也是即落美国人伊可能就亲像一个cowboy共款一个牛仔。台湾人当然，咱上介世上的就是穿原住民的衫。事实上，咱每一个人检彩加减拢有即个原住民的血统，所以咱穿原住民的衫嘛，无算毋对。这就会当表现出咱的即个民族、咱的文化、咱的特色。所以咱看一个人，伊的穿插就代表伊的身份。既然咱是上帝的选民，咱是天国的百姓，咱应该伫外在行为表现出应该有的款式。咱看伫今仔日的圣经节所接续落去，伫哥罗西书的第3章第5节到15节，保罗伫遐咧教人穿衫，毋是讲咱袂晓穿衫，伊教咱穿衫，伊教咱穿的毋是一般的衫，是指咱外在的行为就亲像衫共款。伊讲爱脱去旧的人甲伊的行做。啥物是旧的人？就是怨愤受气、恶毒、诽谤、喙内见笑的话白贼。爱脱去遮个，因为遮个是咱伫世间活的时阵，咱受别人影响，或是这是咱真自然就会甲人共款，咱穿遮个无好个。总是今仔日，咱若是诚做基督徒，咱就爱穿新的人，穿新的衫。即个衫是啥物呢？第12节有讲，就是怜悯的心、甲仁慈、谦卑、温柔、吞忍。13节讲三宽容、三赦免。14节讲着有仁爱。这个是属于主的，这个是对天顶来的。所以世间人看到咱即款的行为，就要知影咱是属于主的人。甲因无共款。过来，咱要怎样来笑念天顶的事呢？就是伫咱的内在，咱的心意爱换新变化。咱伫世间的生活，咱爱有即种叫做天国的意识、上帝国的意识。咱若是查甫做兵的时阵，拢会训练讲，你爱有敌我意识。敌人甲家己人的意识，毋通将敌人甲当做家己人，将家己人当做敌人，安尼就真危险。共款，今仔日咱是上帝国的人，咱虽然活伫即个世间，咱有缘爱有上帝国、天国的意识。若无，咱就可能互即个世间来同化。意思是讲，咱不但袂当去影响即个世界，可能阁互即个世界来影响。总是要有即个上帝国的意识，真无容易。就是爱咱的心换心来变化。保罗先生伊伫哥林多伫罗马书12章第2节讲，毋通互世俗同化，颠倒着互上帝甲恁改造，甚至得到换心，互恁通辨别啥物是上帝所欢喜、看做好、佮完全的旨意。所以咱就需要时常通过灵修、祈祷，甲上帝来相通，互圣神不断伫遐来甲咱讲，来提醒咱，来教示咱，互咱会当接受对天顶来的消息，就亲像有一个安德拉一个天线共款，
互咱的心思意念会当甲主搁较活近。就亲像咱拄则伫主的祈祷文，咱嘛有祈祷讲，愿你的旨意直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所以咱嘛会当对心底，甲主上帝讲，愿你的旨意直正伫我的心上，亲像伫天里。咱看主耶稣伊伫世间咧工作的时阵，伊也时常甲上帝祈祷。伊是上帝的囝，阁是对上帝遐来的人，伊也需要时常来祈祷。今仔日，咱是有限阁软弱的人，咱阁较需要时刻来警醒祈祷。最后，伫咱的信仰的生活顶面，咱有愿会当表现出对天顶的代志的笑脸。其中一个，也是上简单、上直接，就是奉献。主耶稣有讲，恁的财宝伫遐，恁的心也要伫遐。咱看咱要买物件，特别即个物件是真侪钱，或者是真贵重的，咱要买进前，咱就会想讲，我买即个物件爱用偌济钱，你嘛爱去比价，你嘛要知影讲，即个物件伊的材料是怎样，然后你就会用钱用代价去甲买，买转来你阁会好好啊甲收起来，藏好好势。你嘛会尽量想讲，有时间就去甲看一下，除非讲有时阵像我安尼藏了伤好势啊，煞袂记你藏伫倒，嘛有即款的情形。我会记得我第一届买车的时阵，因为阮兜无车库车位，所以停喺路边啊。迄阵就真烦恼，想讲车毋知会无去袂。迄个时阵佫想讲我想要来去车顶困，安尼车就袂无去啊。咱对伫一个物件意爱，咱常常有即款的想法。所以今仔日，咱若是奉献伫主的面前的时阵，就是奉献，就是积资财宝伫天。咱奉献搁较济时阵，咱的心也要搁较济伫天顶。过来，当咱有机会去帮衬遮个善车人、遮个弱势、遮个有需要的时阵，咱也是做伫主的心上，因为主也要看重，也要纪念。过来，咱讲要孝念天顶的代志，阁有一项就是较减看电视。较减看电视，因为现代人咱真惯势电视就甲开，就坐落来就开始，毋管你看的是啥物物件，当然真侪人看的是新闻。检查头前，我若咧看新闻，头前几分钟、15分钟看就差不多啊，因为后来就拢无啥物重要，也是讲重复的代志。搁较何况咱有的人拢会看迄个政论节目，所以伫遮建议咱你用你看电视的时间来看圣经，毋通看遐个人的话，人咧讲的遮个物件，安尼咱会当有搁较济的心思意念放伫天顶，较袂放伫地面上，因为地面上拢会过去。过来，咱嘛会当时常对人来提起关系天顶的代志，时常对人来提起。毋知咱捌有即款的经验无？就是讲，伫你的生活也是周围有即款的人，伊可能真介意另外一个人，然后伊就定定在甲你讲迄个人怎样，迄个人安怎。有时你嘛感觉真烦但是你嘛不忍心泼他冷水，甚至伊希望对你才知影讲，你对迄个人的看法，希望讲你阁会当甲伊讲迄个人安怎样。当然即款的热情检查渐渐会过去。这就是讲，一个人伊咧想啥物，伊就会讲出来。今仔日咱若是咧想天顶的事，咱若是伫意天顶的事，咱嘛应该常常对人来讲去，互人会当因为咱
会当来知影、参与咱所讲的即个天顶的事。伫即个世间，咱有做的追求，有遮个目标，有遮个看路的代志，遮个拢真容易，互咱诚侪咱伫遐咧想的代志。所以嘛有人讲，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有的人甚至为着遮个代志，伫遐安尼食袂落、困袂去，甚至有的精神压力伤大，结果失去健康，失去伊的性命。总是今仔日，咱是基督徒，就是主的学生，是跟随耶稣的人。咱看耶稣，伊伫世间，伊无有学历，伊嘛无有结婚，无有生囝，无有后代，甚至伊嘛无有家己的厝。伊讲：狐狸有空，天中的飞鸟有收，独当人子无看头壳的所在。咱伫世间，咱需要互人尊敬，需要有迄个地位。总是咱看主耶稣最后，伊是真无尊严，互人钉死伫十字架顶。甚至当伊过身的时阵，阁无有家己的坟墓，阁是借别人的。伫遮毋是讲遮个拢无重要，因为耶稣无，所以咱嘛毋免有，毋是安尼的意思，爱注意。咱遮所讲的是优先次序的问题，遮个真重要，我爱讲真重要，因为咱伫地面上的生活，就是为着遮个的努力，总是毋是最重要。咱爱知影迄个差别，真重要，但是毋是迄个最重要。耶稣无遮个。所以这毋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啥物？是性命。最重要的是到伫天顶悠远，阁会当伫地的物件。所以遮个真重要，随梦真重要。咱悠远会当有遮个追求，总是咱爱将遮个所追求，甲遮个可能得到的成就，放伫正确的位置。意思就是讲，伫信仰顶面，互伊诚侪有意义。是为着要荣光上帝，是为着天顶永远伫地的保守来拍拼。那呢，今仔日咱对伫即个世间的追求，你就要有正确的态度，就是你照你的快乐悠远去追求，总是你爱互伊有生命意义，甲上帝永远的目的来做连结，将即个结果交托互上帝。因为当咱荣光上帝的时阵，上帝也要互咱伫人的面前来得到荣光。最近一个全世界拢知影的一个人，林书豪，即个伊的英语的名叫 Jeremy Lin，Jeremy 就是耶利米的意思。当然，姓杜的名无一定有啥物款特别的意义，总是除了遮的以外，伊阁有一寡名称叫林来峰，检查真侪人的时阵，伊就表现真好；或者是当伊出现真侪人就安尼疯狂，也是讲哈佛小子，伊嘛是 NBA， 就是美国职业篮球即个，会当讲人生一个真特别，逐个人拢想要有的成就。但是伊是头一个台湾后代的一个球员。咱看，其实伊毋是算真悬，191公分伫咱算真悬，但是伫遐个黑人的面前拢遮尔悬，遮尔勇。伊的条件无一定真好，所以进前嘛无有人特别会注意伊，佫是即落白马的人毋是迄款黑人安尼。总是即几礼拜，咱看伊有真侪的记录，伊的故事嘛真侪人得到鼓励。对一个真无名的人，逐个拢无看好一个人，诚做一个影响。咱看即个美国总统奥巴马嘛咧注意伊，嘛诚做伊的球迷，所以嘛无一定有一天伊的故事人会甲翕做电影。总是这较无重要，因为咱伫即个时阵，伫现代咱就会当见证来看到伊的成功。
伊即款互人得到激励的所在。伊伫旧年休假的时阵，有转来台湾接受即个 Good TV 真情部落格的访问，咱伫即个网络也是即几工拢有重播看会到。咱看伫即个访问的中间，伊有表现出信用对伊的帮助。特别伊讲起，当伊甲即个 NBA 勇士队签约了后，伊开始有一种低潮，就是讲伊迄阵真侪媒体、真侪球迷在注意，所以伊开始会惊，想讲若拍无好，若是表现无好，是毋是互大家来失望？所以真大的压力就开始来，互伊安尼感觉拢无法度喘气。甚至伊嘛想讲安尼放弃好莫拍球，若着较辛苦。总是伊讲伫即段真低调、真失意的时阵，希望伊袂失即个拍球的目标。伊伫球场顶面嘛无法度感受真正的热情，总是因为伊的信仰，因为伊的父母拢是基督徒，伊的教练、伊的即个经纪人，嘛是拢基督徒，会带伊祈祷，所以帮助伊经过即段人生上艰苦的阶段。所以咱会当见证到，伫差不多2礼拜之前，伊有即个伫即个尼克队上场表现的机会，伊嘛把握即个机会，因为伊平常时就是咧练习，靠着伊的实力，所以伊就诚侪全世界拢知影的人物。伊有讲，伊的观众毋是球场的观众，伊的观众是上帝，所以伊是要拍互上帝看。咱嘛看到每一遍伊若拍赢了后，伊接受采访，伊拢会讲，这是上帝的奇迹，上帝的帮助。甚至伊嘛有讲过，伊退休了后要创啥？要做牧师，要去传道。总是上重要的是，伊即马就开始会当来替上帝做见证。检采咱嘛会替伊烦恼，讲安尼伊会当拍偌久？伊即马拍赢，即马成功，以后是毋是阁拢赢，还是拢成功？有一天若无遐尼厉害，还是失败，是毋是就无法度做见证？安尼敢毋是闹气？有时阵咱会替上帝烦恼伤济，咱嘛会替家己找真济的理由，讲我即马阁无算啥物啦检采听候以后我较好势，还是较成功的时阵，较有法度甲人讲才会见证。有时阵咱嘛会安尼想，总是咱爱知影，咱应该把握每一个机会来归荣光互上帝，互人通过咱来看见上帝的同在甲祝福，互人来得到激励，互人来得到帮助。因为当咱搁较侪少念天顶的代志的时阵，咱也要搁较侪对上帝遐得到伊的恩典甲快乐，帮助咱会当行过人生的困境甲挑战。当咱伫地面上的时阵，咱看到已经碰壁，也是即个主动检采是真厉害，互咱无法度赢过，甚至互咱要退后。总是当咱少念天顶的代志的时阵，咱就会当用上帝的眼光，咱会当比提升搁较悬的所在来看咱伫地面上所拄着的代志。安尼检采你就会发现，毋是遐尼严重，或者是毋是迄款无法度赢过，甚至你着甲洗过去，安尼就好啊。所以今仔日咱少念天顶的愿望，天顶的代志，毋是将来以后来世愿望若定，是伫咱今世，你就会当来得到恩典帮助的秘诀。所以咱讲秘密是什么？秘密不是吸引力法则，秘密就是少念天顶的事。
愿上帝甲咱伫地，开咱属灵的目睭，互咱会当看到主已经伫天顶为咱备办好势的宝赏，互咱会当搁较侪来少年伫意天顶的福气，帮助咱伫地面上拍拼来跑走，来完成伊的旨意，归荣光互上帝。咱同心来祈祷。主上帝，阮感谢你拣选阮诚侪你的囝子，互阮诚侪上帝国的国民。总是阮有缘活伫即个世间，阮有缘会受到即个世间观念啊所追求的代志的影响。总是阮感谢你，通过今仔日你的提醒，互阮知，阮伫世间遮个代志虽讲重要，却毋是上界重要。因为上界重要是藏伫你遐，你所要赏赐互阮伫天顶的福气，甲阳光的盼望。阮伫即个世间，阮所追求的检查，若有无合你的意思，检查若无属于你，求你帮助阮来甲伊摕掉，互阮无有阁受到遮个代志的影响，互阮想过头的看路。检查阮所追求遮个代志，若是属于你所欢喜的，你所要赏赐互阮的，求你帮助阮，加添气力互阮，互阮会当伫遮个代志的顶面来超越，互阮会当通过阮所得到的遮个来归荣光互你。主，阮也想到伫旧约诗人伫诗篇讲：耶路撒冷啊，我若袂记得你，我若无讲起你。我若是无将你看做宝贝，甘愿我的喙齿无法度讲话，甘愿我的手无法度做工。今仔日，阮也要伫你的面前来决志。主上帝，阮若是无将天顶的事看做是上重要，看做是宝贝，也甘愿阮所得到的遮个拢无有功效。求你来祝福阮每一个人伫阮的家庭。伫阮甲人的关系，伫阮的事业，伫阮的身躯的健康，拢会当得到你的祝福，来诚做你的见证，诚做你的工具，互人因为阮来见证主你的恩典，你的祝福。愿安尼祈祷，是我靠基督耶稣基督的圣。